總統特朗普喺星期一簽署咗一項行政命令，要求貨車司機等商業汽車駕駛員必須精通英語。儘管呢一要求早已經寫入聯邦法律，但係特朗普表示呢一規定多年嚟未得到有效執行，導致道路安全性下降。新簽署嘅行政命令強化咗呢一項規定，目的係確保每位商用車輛司機都具備適當嘅資質同英語能力。根據新命令，呢一啲司機需要能夠理解交通標誌，並能夠同交通安全、邊境巡邏、農業檢查站同貨物重量限制站嘅工作人員溝通，同時需要能夠以英語回應相關指示。呢個行政令仲指示運輸部發布關於英語水平測試同埋執法政策嘅新指南，違反英語能力規定嘅司機可能會被停駛。早喺2016年，前總統奧巴馬取消咗對司機嘅英語要求，而拜登政府喺2024年推出咗一項計劃，促進對難民嘅貨車駕駛培訓，增加咗外國出生嘅貨車司機嘅數量。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